自己講嘢真係好傻。有一件事我永遠都唔想忘記，亦都係我錄呢餅帶嘅原因。我唔想忘記一個人，一個前世殺咗我嘅男人。可能就因為咁，所以命中注定今世去做隻僵屍，而我就係捉僵屍嗰個。我唔知點解，我永遠都想記住佢。就算下一分鐘係世界末日，我都希望佢可以留喺我心入邊，直至最後一秒。雖然我哋相處嘅時間唔多，不過發生嘅嘢真係好多。我哋互相關心過，傷心過，分開過，亦曾經一齊面對過生同死。不過每一次，我哋都冇放棄過對方。我成日喺度諗，呢個男人前世逼不得已用劍插馬玲兒心口嘅時候，可能佢個心比馬玲兒更加痛。要親手殺死所愛嘅人，根本唔容易。馬玲兒唔應該怨佢㗎，除非呢個女人根本未深愛過呢個男人，或者我哋今世嘅重遇唔係要一命還一命，而係要延續一段幾千年前未有結果一份感情，一份真真正正至死不渝嘅愛情。我相信只有咁，我哋先可以永遠互不拖欠。其實我最後想講一句說話，我從來都唔敢同人哋講，亦都唔敢同自己講。我中意呢個男人，佢個名叫放天佑。放天佑，我冇辦法消滅將神，亦都冇辦法阻止佢滅世。喺呢個時候，我唯一可以做嘅就係將馬小玲交翻俾你。如果你哋真係情緣未盡嘅話，你一定可以見翻佢。再見，方中堂。馬玲兒，我只係一股由秦朝開始就留喺你記憶裏面嘅怨念。你失憶之後，我就借你嘅身體去報仇。你想向放天佑報仇？我根本冇資格收佢，因為比阿秀、咪咪同埋你，我嘅愛實在太膚淺。可能我根本愛放中堂，愛得唔夠深。究竟發生咩事啊？雖然我同放天佑相處嘅時間唔多，不過發生嘅嘢實在太多。我睇過你餅帶，點會俾咗你睇㗎？餅帶我錄俾自己睇㗎。冇前世嘅馬玲兒，根本就冇今世嘅馬小玲。冇前世嘅冤孽債，你今世都唔會遇到放天佑。我本來就係你，不過點都估唔到。前世竟然嚟咗今世，所以我決定
收翻馬家幾千年嚟嘅詛咒，由今日開始，你已經係一個可以為男人喊嘅女人。你講真㗎？因為我一個人令到馬家千百年嚟不斷受苦，去到你呢一度，應該係完結嘅時候。我可以喊，我真係可以喊。姑婆，聽唔聽到啊？我可以喊啊！馬小玲，你呢滴眼淚充滿咗馬家40代女人嘅希望，所以一定要留得有價值。應承我，殺咗象神之後，再為你所愛嘅男人流呢一滴眼淚。但係我未必可以殺到象神。你可以，因為你嘅情比我深。好，我係時候真正咁離開你。我會記住你。衰僵屍。將來啊，真的再有個約會會完成，真的會再有這樣心情。我以天為證，跟你呢個可能係我見到嘅最後一個日出。我都係。你係僵屍嚟㗎，點會死喎？面對將神，冇人覺得我自己唔會死。都好啊，有一半。